第9課，市場上的蔬菜水果非常新鮮。第58頁，練習7 Study the dialogue below. Make a similar dialogue in Cantonese. 你想買咩水果啊？呢啲蘋果點賣？4個半一斤。呢啲蘋果又大又甜，好好食㗎。我買3斤，13個半。仲要啲咩呢？再嚟一個西瓜，一個西瓜21蚊。呢啲瓜好甜，琴日先到。一共幾多錢啊？一共34個半，俾你100蚊啦。找你65個半，多謝。